练，你不知道，你敢若听人讲尔。哦，啊，你若家己有去啉，你会当哦，这杯是你的，哦，这杯是烧的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两种悟内底，解悟甲证悟，那唯有就是咱一定爱得到证悟之前，就是你一定爱行证。啊，无咱来讲这个道场的，下时阵咱拢听前辈者听讲师讲修道足好，大家敢一困听，会敢足好，敢会？那互我当咧听。互我过打问号，因为当然新的嘛，哦，当研究无偌久哩，但是吼安尼听，啊道场安尼参悟，听后咱慢慢讲，领着哦，修行学做真正好，会当改变命运，未来会当超发生死。你愈了解，当然你就愈证实，这个代志是千真万确，这个道真理真天命真。啊，若无，你拢听人讲的。你一定都是答问他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当你行的当中慢慢记录伊的真实迄边，那安尼呢，咱咧修行学道更加肯定，哦，未来呢，哦，咱就发动全力以赴，会当坚持到底。自然呢，咱就会当达到最后，会迄个圆满哦。修行呢，咱就发动圆满。那么呢，再来就是无常。无常搁依常理常，咱伫世间来讲起来，要安怎依常理常？从咱伫宝宝生出来了，换一个看就是这物件，哦，要安怎理常？哦，看到外口这只好，要安怎讲无爱？哦，啊，你要安怎讲袂执着？人讲这个世间是五海杂色，为虾米？广告你甲看卖啊，拢会设计到互你看起。你对这物件会介第一，为啥？为常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物件，伊的价值包装最重要呢。啊，包装内底，伊的重点就是你的设计，你会当引诱着人无？互你一看，哦，这物件做会当实在物件无好啦，但是你的上外表做甲足好，咱会感觉哦，你这物件一定足好的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上来讲者，你伫这个当下内底，你要安怎依常理常。所以讲，咱往往呢会叫外在的声色，甲咱印去。啊，伫这个声色印去了后呢，那当然呢，我们就会迷失伫这个声色内底。所以咱会慢慢咱会人假为真，因为咱讲。因为咱看到就是这，这就是真的啊，无透有啥物真的甲假。哦，因为咱细汉了后，像阮从迄个大汉的，即摆拢会讲这是我的啦。这是我的伊若要互你算就互你算，若无你算伊会交你小怎样呢？因为这是我的。伫伊还未认识讲这是我的，了紧要算就大家来算，叫互客气嘛无碍。但是叫伊了讲这是我的，无人要算，若要算伊也先知啊，所以讲呢，安尼就有障碍。因为咱讲呢，当然伊会感觉讲这就是我的，你要看迄物件愈做愈水，迄囡仔佚佗物件有够济啦，这规内底拢是囡仔物件。较早阮迄三个都还佫无因的1/10咯。较早阮迄囡仔少去玩具哦会算的，即嘛毋是，迄是大人安尼听迄囝安尼，物件买偌济你敢知影？真正有即个物件是足俗。我都人生的时阵啦甚至出世的时阵啦。所以讲呢，依常理常，一切的景象，无论好歹善恶，拢爱无动于心。就是讲外在一切，伊是一个假象。那么呢，伊伫即个假象的当中，伊毋是一个实相，所以咱毋通互伊甲咱牵引去，互伊迷失去。所以讲，咱的自性本自清净，它是圆佛陀光左左。为虾米会失去了着咱的光亮？因为咱的自性就是被外在的一切蒙蔽，就是叫即个声色呢，甲咱牵去。所以讲，咱的自性就已经迷昧去。